来看国民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徐卡新，伊向检举讲，伫中央敬老的活动、分寿面等等的宣传品涉嫌贿选。徐卡新昨出面驳回，讲伊送的物件价值是无到30块。啊，毋过昨检调嘛有约谈几个里长，其中上山区姓苏的里长是裁定4万块交保。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徐卡新辖区内底被检举涉嫌贿选的里长，结束后信被请回，面对媒体询问，安尼讲：我办的活动是为我的里民，不是为谁某个什么人办的，我都是为我的里民，我的经费来源、我的核销单据，我都跟检察官交代得很清楚。县区里长讲，送予里民的催案预算是几啊贵，台北市员个别提供，袂用摕来付，讲是替某一个民意代表贿选。啊，不过共案被约谈的上山区姓苏的里长是4万交保。选举伎俩，但是侦查不公开啊，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是冤枉的啦。台北市立委参选人徐卡新被检举伫中央敬老活动发长寿面这物件涉嫌贿选，检调约谈真济里长、理监事，啊，不过徐卡新否认，佮强调送的物件价值无到30块。一个袋子不过是4块钱，一个寿面我发那么小包的不过是20块钱，也没有任何的竞选动算，一定要投给徐巧芯才能领寿面。徐卡新澄清，就赞助寿面甲环保袋啊，价值无到30块。发布部长蔡清祥表示，宣传品标准基本无变，啊，不过要看个人情节来判断。30块钱啊，作为一个启动侦查的标准。不过，并不是说30块的东西就会构成贿选啊，还是要看个案的情节。前徐卡新大动作自清，啊，不过是不是有牵涉贿选检调，拢要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